陪伴台湾大人用台语来学台罗音标。第7章教典是主要的台语文。网际网络一只，伫你的电脑顶，也是手机仔顶，拍入去即个网址，伊就会出现即个教育部台语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，然后一只拍入去，你要找的字，伊也有，伊就会出来；无，伊若是伊袂出来。这就爱家己上网家己去练习。第8章练习主要是家己上网练习。第2，课程顶来搁学一遍，搁学一摆。3，自我学习，家己成长家己。4，台中市的图书馆有拍远的故事附 CD， 会当学，会当哪听哪学。台罗音标课程结束，感谢耐心收看。